今仔日是父亲节，伫遮先祝全天下爸爸阿爸节快乐，恁辛苦啊！英国真侪家庭拢会大大细细带去餐厅食饭，感谢爸爸辛劳。不过今年拄着疫情，未足民众是加减仔的烦恼，所以真侪业者就表示讲，今年的生意甲英国是差真侪。 我近用餐期，有民众踮门口排队，但是斟酌甲看，店内的人也是无济，排队的较济是等买炸走的人客。会想要就是说在外面用餐吗？不会，目前不会，就买个东西回去吃，没有特别清楚，因为好像也刚好碰到习俗。就是有定位餐厅还是就是没有在家吃了。就还是会怕吗？晚上还是对，只是说今天要买东西才来这边消费一下。 英国父亲节，餐厅的人潮应该拢客满满，甲即马是差真济。虽然拄好是节日，嘛是湘北开放式来食食的第一个休困日，但是餐厅甲大卖场的美食街内底用餐区，坐咧遮的人也是少数。虽然有餐厅表示人潮有比进前好淡薄仔，不过也是无法度转去疫情发生前的水准。大概多了3成左右吧，3到4成。这个是外带吗？内用的部分还是会比较多一点。那像你晚上今天就有客人有先约了？对，目前大概一半左右吧。好，小姐，你帮我扫一下这个 QR code。 真侪店头虽然拢遵照防疫规范咧做，但嘛清楚人客惊无安全，搁咧丢毒。嘛有餐厅有权只开放炸走的服务。面对疫情造成的改变，有店头是无奈讲要恢复以往大家欢乐庆祝的气氛，可能搁要等一段时间。记者陈嘉文、曾派文采访报道。